免咱头紧，五入心、不入心、六入心，贴起互咧，为咧无是为咧无咧为咧无点，了解去，了解去，了解去，了解，了解甲迄个中，甲迄个存心，存一点心就对啦。你爱存着迄个中心思想的心，然后伫迄个环境内底，咱咧治，就是讲要安怎修，要安怎做，即个法摕来做，摕来用，治就是摕来做，摕来用，用就是讲时常爱做，逐日爱做。这个不应就是讲袂使改变，这个每天的广告表，每天的消除表，每天作在意这个工作，安尼两单你的治一定爱看我就是要改变，我就是啥，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，叫做所准。你有做这种中心思想的心中的心，然后所准时时刻刻要时中，中用时中，时时刻刻就是这心。所以咱叫做修行叫啥啊？见贤明因如临心焉，如履薄冰。作在意你条心的起心动念，心想是分别压容易动机，这个叫做用。这个用，这种不简单的对吧？所以修德不是佛陀散，不是形容词，也不是名词，它是动词。所以叫做所准，叫做啥呢？叫做用。所以，伊不偏的中道推，功夫就是推，推甲善之土，伊不偏的中道推，你就推就对了，推就对了。有这个物件推，然后咱甲善甲咱迄个物件，甲善较有门路，甲善较有巧，所以推迄个甲善之所在迄个底，伊不应的用伫迄个行为内底。伫迄个心思想内底，伊不变的中道推较实之所；伫迄个大道行为内底，伊不变的用力出真诚之路径。所以这个叫做径，你也叫做粗，你也叫做径，安尼就叫体用严解，也叫做量用之道。所以不偏是整体性涵盖所有一切的东西，也叫做涵盖是整体性的，伊绝对是完完的，伊绝对无。一恶甲一偏，是不偏是整体性，所以中是整体性的名看是格局是整体性的，不是个体性的，不是个体性的物件，是整体性的物件。所以伊不应就是适用性，既然是伊是一个完满的物件，伫咱的思想内底，所以你到啥物款的环境内底，啥物款的因缘内底，啥物款的朋友内底，啥物款的困难内底，啥物款的摩擦内底，啥物款的即个好甲歹内底，啥物款的难内底。无论是小乘、中乘还是合作伙，这种较复杂的因缘内底，都能够使用。安尼才叫做是，安尼才叫做是用。那讲今日我教伊会晓，教伊袂晓，这都不适用。如果大家拢总会晓，毋是今日我教伊会晓，教别人袂晓。我的思想教你敢教，伊的思想教袂敢教，就是我这思想内底，大家拢会敢教，大家就合同。你知影伊对敢毋对，但是你善用他的优点，不是。排除它的缺点，叫做合同。所以这个叫做啥呢？不易它的适用性。你今日就是讲我遮伫我家庭的适用，去到别个家庭的适用嘛。伫我道理的适用，去到道理的适用嘛。你内底的适用，去道理的适用，这个不叫有。尼这毋是，那就我伫我道理内底的适用，去到别个道理的适用嘛。不做啥物讲，师尊敢会讲我这个道理会实际，我这个道理会实际。师尊的道理，大家拢适用。大家啥物款人拢会实际，就是啥拢总会实际，当去甲教我。你若袂实际，讲免来甲教我。所以才叫做啥呢？适用性。所以这个中，伊是思想内底伊的理论根基，这个重要。所以毋对的人，若无中的思想，伊毋对嘛讲对，当是。但是今日你若有中的理论根基，毋对的人会心情过甲不平拢像伊啊，报甲正，正甲正。无够的是正，过头是正，这个叫做啥呢？理论根基。若无伊中作为伊的中心线，作为伊的啥标准，作为伊的坐标，那么咱今日若要修正、要调整、要改变，它就没有个根基，没有个根基嘛。所以中是理论根基嘛，用是促使的依据，这不简单嘛？伊是一个啥？促使的依据用。
人甲人斗阵是一个啥呢？作歹斗阵的动物嘛吼，人是一个作歹斗阵的动物嘛，那嘛足奇怪的动物嘛，大家思想，为啥人呢？思想无下中，所以奇怪。若思想下中够奇怪，伊是一个整体性的，爱适用性的，较会靠很无完全走出来，所以对来说呢，这是一个重要。那么中央的功能，中央的功能，咱人在这世间有两种叫做心情甲态度。心情是藏在我们内心世界那个心情，所以心情若乱，情绪就容易情绪化，情绪的心情的起若不顺，那么咱的情绪就足容易发出来。所以调整简单，伊心情的十几分钟，那么伊足够情绪化，足够发生的，足够爆冲的，足够冲撞的。所以那叫做中央的功能，第一就是要注意咱人的心情。那么这个喜怒哀乐是普遍性、中性，大家拢有，咱的普遍性，不是个体性，就是普遍性，大家拢有喜怒哀乐。但是今日咱的喜怒哀乐要安怎甲咱的对象得到和谐，其实无简单的。因为这个心情这个喜怒哀乐，咱这个起的发端，但是命你唔知，但是你来的时阵你会知，来的时阵你会知，甲个念，甲个念嘛，对不对？唔知就是生气啦。EQ 就做歹啦，EQ 愈歹，品质就愈歹，若伊的发展就愈低级嘛，愈低级就对啦，发展愈低级，愈低级就发展地板的每就较缺陷的。是这个三福德，三善道就啥呢？阿修罗道、因道，加神道，这个叫做三善道。这个叫做心情内底中，咱内底迄个气法官中间迄个气内底十是啥物？所以你的气十是若愈歹中间，你的发展愈低嘛，愈低啊！这个喜怒哀乐是变性。但是伊的功夫就讲，我要交我的太太，交我的先生，交我的囝，交我的同事，交我的同事，会当得到这个和谐，毋是？若要交我和谐，是我要咱交人和谐。这是你内心世界这心情啊，这喜怒哀乐中间伊的掌控度到啥物款的程度，产生这个和谐的条件嘛。这个和谐的条件，对嘛？这个叫做啥呢？甲对象，对象对啦，安尼对象安知？咱的对象有作dụng。有好的人，有歹的人，有脾气足好，有脾气足歹，有作恶，有啥呢？有时拢足好，有时拢足歹。讲嘛，你免咱交你的对象，每一个对象内底拢有当达到和谐，这个叫喜怒哀乐花尔皆中结，贵诸结。拿呢放诸，这拿呢放诸无简单嘛所以今日去中间，这个心情你若三有了，安尼就行。你也叫心道，毋是叫心道对啦。你交我同人相共，讲要发生一个发生一个，讲要受一个受气，随心所欲。安尼在中间呢，我们不叫修道，我们是假财安尼嘛假财就对啦毋是咧修道。所以上歹控制就是咱的气，咱有气，上歹控制。所以气是用练呢。好水水练身手，是用练的。你偌大创治，偌通来拗来，偌大甲你误会，你这个受是控制会到，安尼就能甲你赢。所以你要感谢对了我伊的创治。咱人是无了鬼棍，无了食鬼了斗，一直斗，既然会斗，愈斗气就心愈重，愈斗气愈重，较歹斗，毋歹斗，但是斗足艰苦。做爬起，而且是足艰苦，无拼出来煞安尼足艰苦的。拼出来敢有较好？所以人生吞气不简单啊！人生吞气，还是人气吞生啊？这是对不对？人气吞生，人气吞生嘛所以今日咱人有使命感，有威力。伊的个性就是自然的，去扛伊啊。所以，这个环境就是压制你，你要控制。
你的人来，你爱控制你的人来，你把你的位置放伫我是修的人，我是修的人，这个位置，万事应来，万事稳气吞声，稳声听，拢对啦，拢对啦，所以大家要心态度中庸，咱的修道是中庸迄个平衡，你以为讲修道中庸中间就是一个啥呢？消极，所以中庸是当然为正的，是变的，为智的，是向上的，为保守的，是积极为消极，所以中庸是因时制宜，折中得当。缓冲得当，折中得当，缓冲得当，这不简单。还有了解中庸的真理，了解中庸的生活，了解平衡这种的道理，安尼就简单嘛。理解当实践，和谐中求均匀，在均匀中求进步。无限的空间有主义，无穷的时间有主数，数大的范围，数我的限度内行数。足可伊个方法适当的范围，适当的难度，这个叫爱有中庸来拿呢，这个分寸，爱有中庸的逻辑，有中庸拿呢，这分寸的功夫，才能够在这一个数大的范围、数合的限度内底，该做则做，该记则记，该讲则讲，不该讲就是袂使讲。你要有中庸的标准来作为你内心世界这个尺度，那好简单。不简单不简单嘛。所以，闽南语的和谐中求均匀，理念均匀中求进步。你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无限的空间，无论是去到什么款的时间内底，拢有你的存在，拢有你的存在。所以，无穷的时间有主，无穷的时间有主，无限的空间有主义。所以，你的时空环境内底拢有你的存在。为什么？你有中庸这种啥的逻辑？所以大家的中庸的功能是这样的，那么来，中是标准化，庸是普遍化，所以那个本性存在个体中是标准化，存在个体中是一个标准化，咱今日囡仔要达到标准不简单呢，咱心脑标准，当是意识的标准。